被中國當局拘留2年幾嘅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同埋商人斯帕弗獲釋之後已經返抵加拿大。康明凱表示回家嘅感覺極好，佢感謝所有協助營救嘅人，又話會喺適當時機透露更多詳情。徐偉琪報導。康明凱喺當地星期六下晝乘坐飛機由卡爾加里轉抵多倫多國際機場。佢步出飛機之後，同喺停機坪等候嘅家人擁抱。康明凱回應傳媒提問，表示可以返屋企嘅感覺非常好。佢感謝所有協助努力營救佢同斯帕弗嘅人，又話會喺適當時機就事件作出更多說明。康明凱同商人斯帕弗係喺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登上飛機返回中國嘅差不多同一時間離開中國前往加拿大。兩人喺當地星期六上晝抵達加拿大卡爾加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親自迎接。杜魯多喺社交網站發布佢迎接康明凱同埋斯帕弗嘅相片，表示歡迎兩人返屋企，並讚揚佢哋展現毅力同埋不屈精神。康明凱同斯帕弗係喺2018年底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冇幾耐之後遭到中方拘留。斯帕弗上個月被裁定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成，判處監禁11年同埋驅逐出境。康明凱案就未有宣判。加拿大批評係人質外交，中方就表示兩宗案件無關聯。中國外交部同內地官媒回應孟晚舟回國時未有提及康明凱同埋斯帕弗獲釋。美國國務院布林肯發聲明對康明凱同斯帕弗獲釋表示歡迎，但聲明未有提及獲釋嘅孟晚舟。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批評拜登政府釋放孟晚舟係軟弱嘅表現，令人質疑華府應對華為同埋中國威脅嘅能力，要求拜登政府向國會緊急通報事件。Now TV 記者徐偉琪報道。